大家好，我係食美學保原計劃。今集用瀨戶內海國際藝術節講解咩叫做公共藝術。公共藝術除咗出現喺一啲公共地方，可以俾公共欣賞同埋參與之外，近年都成為咗藝文青嘅打卡熱點。呢條片會用入門嘅方式講解咩叫藝術，等大家由一個藝文青變成真正嘅文青。瀨戶內海國際藝術節2025就係一個發展成熟、國際知名嘅藝術節。參與嘅藝術家除咗日本人，仲有好多國際知名嘅藝術家。咁亦都好多所謂嘅藝文青或者真係中意藝術嘅人會嚟參觀。相比香港嘅馬灣藝術村或者西九嘅文化區，日本瀨戶內海呢邊嘅配套咧就比較完善啲。我所指係硬件嘅建設，同埋喺軟件方面，營運者對藝術嘅理解有幾深。先由選址講起，瀨戶內海就位於四國本州九州嘅一個內海。咁喺環境上可以話得天獨厚啦，係風平浪靜。而喺人文歷史發展方面，自古以嚟已經係一個交通樞紐嘅地方。但喺1960年工業化之後咧，就有大量嘅污染，破壞咗呢個寧靜美麗嘅海灣。咁日本經過經濟轉型之後，就將佢變成一個藝術區。而有趣就係呢個內海入邊有好多島嶼，咁所以喺呢度進行嘅藝術節亦都可以一個跳島嘅旅行，可以坐船慢慢由一個島去另外一個島，慢慢欣賞藝術品。香港嘅西九文化區都係一個好靚、得天獨厚嘅地理環境。點樣去利用呢啲優秀嘅有限資源，就值得嚟呢啲地方深入參透下。咁好多人都會去大島、本島、楠木島呢啲著名地方。我今日就同大家先去女木島先。咁先由四國高松呢個碼頭出發。喺高松碼頭已經見到好多藝術品㗎啦，然後就可以買船飛去女木島。咁好多遊客都為咗一套戲去小豆島玩。咁呢種就可以話係文化旅遊或者 IP 旅遊。要知道好多日本人咧好中意香港嘅九龍城寨，好多日本人仲走去睇嗰套九龍城寨電影睇咗10次添，可以話比香港人更熱愛九龍城寨。當中嘅原因，可能因為我呢條片講緊藝術以思考空間而得到一啲答案。首先，藝術品係需要空間，即係例如我哋去到啲 gallery 藝術中心，嗰啲作品與作品之間都要有個適當嘅空間。同埋而家我哋睇緊第一個藝術作品，就係啲海鷗喺個石壆上邊。呢啲海鷗係會因為海邊嘅風而擺動，所以我幾欣賞呢件藝術作品，尤其係佢係公共藝術。藝術家需要思考藝術作品同空間嘅關係。簡單嚟講，海鷗係會出現喺海邊，藝術家就用咗呢個元素同大眾去溝通。所以我哋去欣賞公共藝術嘅時候，可以用呢個角度去了解藝術家想表達啲咩。另外，呢件好多人去打卡嘅藝術作品呢，就係一個縮細版嘅復活島神像。咁埋到去呢，嗰個介紹牌係有信息喺入邊嘅。就係話呢個神像望嘅方向咧，就係復活島望住嘅方向。但係如果揀對比頭先海鷗嗰個作品咧，我就覺得呢嚿似打卡，因為我都忍唔住走去同佢打咗張卡。一般咧，我係唔會走埋去同啲藝術品打卡嘅，因為呢個打卡嘅藝術行為喺大學教設計同埋藝術市場學嘅時候都同學生討論過。特別係公共藝術需唔需要設計俾參觀者去打卡呢？例如好多嚟瀨戶內海國際展覽嘅藝文青都係為咗呢個草間彌生嘅南瓜雕塑。特別係呢個作品設計上真係有啲窿喺度，專係俾人坐入去打卡嘅。呢個設計可能係藝術家故意。咁我喺大學教呢個藝術市場學嘅時候，都有同學生討論過藝術作品意認係咪重要。當中係包括咗視覺上嘅
容易辨認同埋思維上邊嘅衝擊。例如我哋設計一隻貓，無論係一件藝術品或者係一套漫畫，如果你設計一隻藍色嘅貓，仲要係冇耳仔嘅，係唔係易認啲？同埋喺思維上面刺激感係咪強啲呢？咁對觀眾嚟講，印象就會深刻好多。咁喺女木島呢度咧，係一個餵貓自助點嘅。我而家啲貓糧係要俾錢買，係合法去餵呢啲野良貓嘅。呢個藝術作品我都好中意，就喺室內善用到呢個窗去睇個咁靚嘅瀨戶內海靚景，玻璃球亦都倒轉咗成個影像。咁我就冇睇到藝術家嘅解釋同埋個藝術品叫咩名。一件藝術品個名重唔重要啊？通常上第一堂藝術課就係要討論 untitled artwork， 即係個名會唔會影響到你欣賞藝術作品？經典嘅有老夫子、耐人尋味。咁呢個題目呢，即係無題咁解。如果藝術家唔想觀眾因為個名而影響到個思考，通常就會叫無題 untitled。咁另外呢件藝術作品我都幾中意，就喺個泳池下邊攞啲雜物擺咗一嚿嚿嘅嘢。我開頭以為係墳場，日本啲墳場就係一嚿嚿咁嘅寶塔，但係睇翻作者嘅解釋咧，原來係城市。咁喺我嘅角度咧，我覺得呢個解釋咧就低咗，因為呢個泳池咧嘅展覽地方就係一間應該係廢棄咗嘅學校。如果用一啲廢棄咗嘅舊垃圾去整一啲墳墓出嚟，因為日本人咧係信神道教，任何嘢都有生命。咁呢個作品咧就好似講緊我哋製造垃圾，但係垃圾都有生命，就好似反思我哋呢個資本主義社會唔去善用資源，唔去尊重生命。當然我睇呢個藝術作品依次咧就係日文啦，撚大咗。但係我係睇藝術作品最有趣嘅地方就係思維上面嘅空間。有一本講藝術嘅書叫 Art Object 或者叫 Art Object， 入邊一句 sentence 去解釋咩叫藝術，就係藝術可以 out of the problem of gravity。咁呢句 sentence 應該係嗰啲咩英國文學嚟嘅。Gravity 即係地心吸力，咁地心吸力點解係問題呢？就係因為地心吸力我哋已經習慣咗，係變咗日常，而我哋係唔會思考日常。所以我哋觀看藝術品嗰一刻咧，就可以重新帶俾我哋思考嘅空間，離開唔思考嘅問題。當然你要覺得唔思考問題係問題，先會覺得思考係重要。咁仲有一個朋友同我講解咩叫設計，咩叫藝術。佢就話設計咧係唔需要思考嘅，即係用家用一件設計品嘅時候係唔需要思考佢點樣用。就係我呢個 channel 成日同大家講嘅 UX 用戶體驗呢個概念係嚟自以用戶為中心嘅設計，即係 user-centered design。喺界面設計即係 UI 係好強調 user-friendly。設計品係唔需要用家深入去思考點樣用嗰件嘢，咁否則就唔係 user-friendly 啦。相反，藝術作品就着重觀眾經過藝術品去思考。所以我哋有時都會講啦，設計品咧就係被動，藝術作品咧用家就要好主動，藝術家諗緊啲咩嘢。相反，設計品用家係唔應該主動去思考設計師諗緊啲咩嘢。喺以用戶為中心嘅設計概念入邊咧，設計師係要思考用家點樣用嗰件產品。咁希望呢條片嘅講解令到大家更加明白公共藝術係啲咩，可以由一位打卡嘅藝文青更深入進入呢個藝術嘅思考空間。將呢個 channel 同大家講解美術，記得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呢條片係講咁多，拜拜。